虽然即马伫路口掠这轿车、乌托摆无要让过路人，警方是掠真严，不过效果却是真有限。就有网友伫网络抛出一段影片，讲车闸伫台中西屯一大路口，就一个妹妹要过车路，妹妹徛伫路边等要1分钟，经过40外台轿车、乌托摆，拢无要有人停落来让伊过。这警官基金会就表示讲，囡仔伫车路顶头相对较弱势，交通环境也个安全教育。台湾也有改善的空间。这台汽车驾驶放慢速度，因为注意到路边有一个查某囡仔要过车路，伫路口停落来。啊，不过后壁的车也是一直驶过去，无停落来礼让。时间约要1分钟，算一粒经过的汽机车差不多40外台，查某囡仔完全唔敢过车路。这件代志发生伫台中市西屯路甲丰运5巷仔口。这个所在虽然有设马条线，啊，不过无青红灯。那囡仔连大人要过车路，嘛拢唔敢过。后来会东张西望，赶快过马路。走到一半啊，车子底下徛伫中就危险的对不？啊，伊嘛不爱互阮让我们先过去啊。附近的民众讲，因为无青红灯管制车流，敢会当家己注意车。虽然警方最近加强执法，不过也是真侪驾驶人无礼让行人。监管基金会是讲，行人尤其是未成年的囡仔，是车路相对的弱势，应该加强自我防护教育。是不是把手高举起来，然后能够是左看右看再左看？可更重要的是，能不能有一个概念，也就是要停让行人，而不是礼让行人，应该要停让行人。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，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台中市6分局统计，为5月7日加强执法到今，路口无停让行人处地案件都有124件。未来还会继续加强执法。不过，监管基金会是认为，改善交通环境甲用路人互相尊重，行人的安全才会当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